伫争取伫加加投票，台北加加节受训年，伊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讲明年的总统大选加加爱惜投票所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准诺，也毋过选务机关不服提出控告。最高行政法院今仔是开庭审理。经过点外钟，庭讯了后，行出法院，律师为台北感觉一个涉入的受刑人辩护，声称在假投票核准了后，选务机关不服提出控告。最高行政法院14开庭审理。就等司法判决，等待司法判决，谢谢。因为还咧服刑，无法度出去投票，律师主张讲，这个受刑人敢若有人身自由去用限制。不过，选务机关裁量混沌事实，互投票权受侵害，以公正公正的精神，投票权伫任何时刻拢无应该互剥夺，才会当体现民主原则、甲国家主权。桃园选委会指出，包括无法度落床的病人、留守的军人，拢无法度投票。就个案受刑人，特别打造投票所有失公平，嘛无法度互无特定的人去现场公开监督。审审法官觉得这个案件具有宪法跟法律上的重要性，而且有时间比较紧迫，所以呢想要直接透过开庭听取双方的意见，能够妥速的做成裁判。法院甲英国无共款，针对控告的案件，真罕见通知到庭定数。毕竟总统大选特别到啊，就要赶紧做裁定。全台湾这类假处分，中选会统计初步有10件。受刑人敢会当在假投票，这个议题要持续咧发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